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闭门思过，将上书100篇，一字字的给寡人背下来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樊长史求见。此刻寡人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变吧。童儿死的冤枉。有何冤枉？大王，童儿正是为大秦建功立业的年纪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大秦公子本该经得起千柔百挫，无论何事都要有担待。世子可杀，却不可辱。自从当年杀人峰事件，太子就与通儿结仇。太子认定是通儿的酒水害得他差点丧命，便把通儿当作仇人一般，一有机会就对我们通儿百般凌辱。太子撞见杀人峰，不就是个意外吗？大王错了，杀人峰并非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要杀人。杀人？谁要杀人？杀何人？你可明白此事重大？我心里头明明白白。那就说。当年真凶将杀人峰费尽周折弄到宫里，那要杀之人就是公子骥。有人要用杀人峰杀公子骥，却害了太子，这说不通。大王，真凶费尽周折将杀人峰弄到宫里，本要伤害的是公子骥，却不想太子阴错阳差，喝了通儿的酒水，结果反而让真凶自作自受了。真凶自作自受？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我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那日通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通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木剑，木剑！哎呦，大王！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叫廷尉府审问。是。你说什么？樊长史出手母后，说他企图谋害公子骥。小的刚刚知晓，昨晚大王已经下令查封交房殿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
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母后心肠最软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眼下不是辩解可能不可能的时候，得随机应变才是。如何应变？那樊长史平日里不哼不哈，胆子最小，如今却敢跳出来咬母后。公子通已经死了，他就算扳倒了王后，又能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有人指使，不是有人替他谋划，就凭他，谁是他的幕后之人？谁会因母后出事而得到好处？这样的人，后宫里多的是。芈八子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还有你的姑母。你得想想，他们为什么怂恿你父王向你母后问罪？他们是禁止向你，你的太子位分。若你倒运，谁会有好处？公子运、公子迟、公子介，还有你那华哥哥，真是不开窍。别住，干什么呢？啊，小的来看望王后，请行个方便。哎，王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小的让永相令行了个方便，这是刚刚蒸得的蛋羹，还热乎着呢。王后水米不进，若真伤了身子，岂不是让外面那些要害你的人称心如意了？放那儿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如今我失势，后宫里其他嫔妃是否都在落井下石呢？哪有的事啊！只是那樊长史失心疯了。公子通死了，那是命数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是他不自量力来诬告王后。就算王后失势，难道能救回她的孩儿？出手之人当中，有没有芈月？芈月？没有。王后在依稀芈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可能会妒忌荡儿成为太子，此时趁火打劫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定为王后留意芈月。王后，眼下大王也就是一时恼怒，若廷尉府那边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再有太子和朝臣们为王后说话，此事也就会不了了之了。大王只听别人挑唆，也不来问我事实真相，丝毫不顾夫妻情分，更不顾荡儿太子的脸面。珍珠珊瑚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竟然也被抓走，关到永相严刑逼问，令人心寒。小的听说，两个姑姑是为分头禁闭的。樊长史告发之事，跟珍珠没有什么瓜葛，但与那珊瑚……珊瑚说了什么？小的不知，但只要珊瑚不吐口，他们就奈何不了王后。